的煞气。这个月都多少级了？就是啊，从今以后什么时候能交？干嘛呢？干嘛呢？都不干活，都围在这里干什么？经理，你看吧，又出车祸了。这是这个月第13起了。质检部经常来人检查，再这么下去，咱们的工程什么时候能交付呀？对呀，每次都是这根柱子，每次还都是半夜，太邪门了。要我说呀，咱还是找个人来看一看吧，说不定里面有啥脏东西呢。找什么找？少跟我在这整这些封建迷信！告诉你们，耽误了工期，你们的工资1分都别想拿！别呀，经理，我们工人都等着发工资，给家里娃交学费呢。这我可管不着。煞气环绕，怨气冲天，这是有人打生桩。你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少在这胡说八道！柱子里埋着人，生魂入不了轮回，煞气滔天。只有砸了这石柱，将尸骸好生安葬，才能解了这风水局。还谈上风水了？毛都没长齐，就来我这儿行骗了？经理，看他不像骗人的，要不砸开看看，说不定是真的呢。砸？这一根柱子价值3万，砸了你赔啊！此局不解，凶煞只会越来越多，到时候就不只是出车祸了，而是会出人命。越说越邪乎，怎么？我是被吓大的吗？你要干什么？把锤子给我放下！小兄弟，我相信你说的话。我告诉你，这个柱子砸坏了你赔，赔就赔。真有啊！真的有啊！这怎么真有啊？真的有！是啊，你看看。怎么这里居然真有生桩啊？将骸骨好生安葬，便可安然度过此劫。多谢大师，大师你那这多谢高人，多谢高人。师傅！你已学有所成，下山去。你父母当年于北海失踪一事的真相，就藏在名单上的7名女子身上，找齐她们，便可知晓答案。哎呀，这茫茫人海，我上哪儿找齐这7个女人啊？哎，全身上下就300块，连房子都租不了，今晚只能露宿街头，对付一宿了。小兄弟，你想租房吗？黄金地段，民水民电，最重要的是还有美女房客合租呀！我全身上下就300块，租不起啊！不多不少，刚刚好。看，楼下有地铁，交通便利，民水民电，美女房客。租不租？租。但你别误会，我租这里并不是因为美女房客，而是因为这里便宜。我懂。走。王先生，这就是您的房间。这么小？300块，要求别那么高了。王先生，祝您居住愉快。哎呀，这住房的问题算是解决了，可是没钱呢。看来只能明天先摆摊给人算命，一边赚钱一边去找人。嘿嘿。
是你的。哎，你听我说，就是流氓！你看，你误会了吗？我真的是你室友。停！我去，姑娘，你别误会，我是你的合租室友。合租？房东怎么可能让一个男生跟我一个女孩子合租呢？你肯定……哎，我说的是真的，有个中介说300块钱1个月，那我就租了。你要是不信，租房合同上有电话，你打看就是了。您好，海生房产小李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你好，安宁小区3单元2611房间的储物间，是租给了一个叫王林的人吗？是的，女士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事了，有这回事就行。原来你真是租客啊！我说你还不相信我？一个女孩子下手怎么这么狠啊？对不起啊，我去给你拿药箱。哦。姑娘，你胸口的痣真好看。你还看？哎呀！你还敢看？这都是误会，你不能怪我呀！我才懒得理你呢。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老毛病了，最近经常会突然头疼，休息下就好。哦，果然有问题。你是不是经常感觉最近总是睡不醒，没精神，身上会莫名其妙发痒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是医生？不，我不是医生，我是一名风水相师。你啊，是被人下阴魁了，有小鬼正在不断吸食你的阳气呢。真的假的？你别吓我！不过你别怕，放心，有我在，把小鬼啊给你抓出来。等着。虚无潜将，撞！装神弄鬼，什么都没有。你瞎摆弄什么呢？嘘，别说话，别惊着小鬼，给他吓跑了，那就不好了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哎，你找东西就找东西，你来卧室做什么？小鬼就在抽屉里。我看你就是吹牛，那这抽屉里全都是我自己的东西，怎么可能会有小鬼呢？我看你就是想进我闺房。罗盘不会骗人，看我把小鬼啊给你抓住。我就说吧，那这里都是我的东西，怎么可能会有小鬼呢？你真没看到啊？这都熏得我睁不开眼了。真的假的？你这要是演戏的话，演技够浮夸。哎，别动！等我把小鬼啊给你封住。太上老君，急急如律令，封！哇，你还会变魔术呢！
好了，现在啊，小鬼被我封印在这个娃娃里了。接下来只要把娃娃烧掉，就能解咒了。你是说小鬼在这个娃娃里？对啊。怎么可能嘛！这个是我最好的闺蜜送我的生日礼物，难不成我闺蜜还能害我？那很难说哦。这是风道长送我的玉牌，和送给苏妙可的阴魁关联。玉牌裂了条缝，难道是阴魁被发现了？不，阴魁被毁，我会被反噬的。苏苏，是我，开门呐！苏苏，我闺蜜张欣来了，这娃娃就是她送的。我看当着她本人面，你还怎么胡说八道？来了来了。我刚把阴魁封印，正主就来了。闺蜜你来啦！苏苏，我送你的拉布布呢，快拿出来我看看。你来的刚刚好，我们刚才还聊呢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合租室友，他叫王黎。你好，我叫王黎，是一名风水相师，平时啊专门帮人看相、看风水，偶尔呢也会捉捉小鬼。玉牌裂了，难道就是他发现了阴魁？不行，我得把他赶走，不能让他坏了我的好事。苏苏，你现在怎么还招了个男租客呀？实在不行，你到我那儿去住吧。这个人看起来可不像什么好人呢。他吧，看起来虽然有点古怪，品行还行。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人心隔肚皮。有的人看起来老实，实际上一肚子坏水。对啊，说的没毛病。这人面兽心的畜生可多了去了，就比如送自己最好的闺蜜阴魁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你在指桑骂槐点我呢？啊，你着什么急啊？我又没说你，你怎么自己跳出来了？苏苏，你别听他瞎说，我可从来没送过你阴魁啊！你放心吧，咱俩都是多少年的好朋友了，肯定不会怀疑你的。这个阴魁啊，虽然阴毒，但是有一个致命的缺点，就是弑主。一旦那阴魁的娃娃本体被毁，那下咒者一定就会遭到反噬啊！你不是说我瞎说吗？好，那我现在就毁了他，看看到底有没有瞎说。你想干什么？住手！我的手，我的脸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阴魁反噬，自作自受，神仙难救啊！苏苏，你救救我！是王少让我陷害你的，我还不想死，救救我！现在求饶啊，晚喽！怎么样？现在相信我的话了吧？我们明明是最好的朋友，为什么要害我呢？这个嘛，无非就是嫉妒，或者利益驱使之类的吧。等等，他刚刚是不是说那个阴魁是王少给的？哎，对，好像提过王少这个名字。话说这王少到底是谁啊？王少原名王浩然，是王家的长子，平日里欺男霸女，无恶不作，他就是个人渣。半年前他向我提亲，被我拒绝了。就因为这事，我家受到王家近半年的打压。为了不拖累家里，我就跑了出来租房子住。我本以为这事就算了嘛，谁知道他那么记仇，连让我闺蜜害我的这种伎俩他都想得出来。你说我该怎么办？哎呀，这能做出阴魁的呀，肯定不是一般人。这王浩然背后啊，定有高人啊。
只是现在阴魁被毁，这王家的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，怕不是今晚就会派阴煞索命啊！你别吓我，就是不知道是红衣女鬼、长蛇、吊死鬼，还是哥哥家的小鬼。你今天晚上能陪我睡吗？也不是不行。进。林总，632号项目上来了位大师，他把总出车祸的问题给解决了。哦，怎么解决的？他说总出车祸的那根石柱被人打了生桩，导致周围怨气冲天，才频频发生车祸。工人一砸，果然在石柱里发现一具骸骨。按那个大师说，把骸骨安葬后，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车祸了。您看，这就是那位大师的信息。王林，或许他能救爷爷的命。这位王林小先生现在在哪儿？已经查过了，他昨天刚入住安宁小区，现在正在建设路摆摊算命。走，现在跟我去请这位王林先生。那多不好意思。你，我操！你想干什么？陪你睡啊！你睡地上，我睡床上。啊，这么陪你睡啊？我还以为……你以为什么？你以为？想得美！我警告你啊，不许越界，否则……好。哎呦，我的腰！这地板真不是给人睡的呀，这腰疼死了！哎呀，没错，就是你，你新来的啊？办许可证了吗？这摆摊还要办证啊？这地方可是黑虎帮虎哥的地盘，在这里摆摊要交2000块钱办许可证，要不然不能摆摊。2000块钱，够我租7个月房了，我不花冤枉钱。哎呀，你怎么不听劝呀？过一会儿虎哥巡街的时候看到你没许可证，你就惨了。虎哥，我管他毛哥虎哥，我看谁敢动我！哼！哟呵，好大的口气呀！是谁呀？虎哥好。这你朋友啊？不是，我第一天见。有钱吗？没钱。哟呵，这是跟我耍无赖是吧？你他妈没跟他说规矩啊？说了，他不听啊。哦，明白了，你这是要钱不要命呗？这还是个算命的，那你有没有算到你今天有血光之灾啊？那倒没有，不过嘛，我算到你今天要倒霉了。我要倒霉？你小子挺狂啊！不交保护费还敢顶嘴，你是不是活腻歪了？哥们儿，赶紧给虎哥认个错，把钱交了。虎哥下手可没个轻重。放心，他不敢动我。这还让你给装起来了！我不敢动你，那你说说我为什么不敢动你？因为啊，海城今天会有一位大人物来接我，那个人你惹不起。你当我傻呀？啊！你一个破摆摊算命的，你还认识大人物？你要认识大人物，你至于来这摆摊算命吗？啊！小子，在我的地盘不守规矩，老子他妈干死你！
我看谁敢动他！林总，哎呀，林总，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我是来请王林小先生出山救人的。你刚刚想干什么？没什么，没什么，一场误会，一场误会。刚刚他说的居然是真的。王哥，你看我有眼不识泰山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饶我一次，饶我一次。哎呦，我记着这摆摊许可证是多少钱来着？是5千。我每个月呢再多孝敬您1万，您看行吧？行了，滚吧！谢王哥，谢王哥，走。王先生，我爷爷他……先别说话，让我猜猜看。你爷爷1年前突然晕倒，昏迷至今，对吧？你们林家是寻遍名医，但是查完结果发现老爷子健康得很，压根儿没病，对吧？刚发病那段时间，老爷子每天晚上都会梦游，并且梦游的方向是东北方向，没错吧？爷爷梦游，这是只有林家高层才知道的秘密，你怎么知道？哎呀，道爷我呀，要是连这点本事都没有，那这相术不就白学了？先生，求您出手救救我爷爷吧！哎，打住啊！道爷我呀，从来不白出手，这出手一次啊，贵得很。那您要多少钱才能出手？3000万，这也太敢要了吧！少于3000块，别想让我出手。这里面有50万，如果先生真的救了我爷爷，我们林家还会再给您300万的酬劳。多少？300万！怎么样？看出什么问题了吗？这屋里煞气环绕，怨念滔天，老爷子定是招惹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，怎么会如此阴险？那有办法解决吗？换作是别人啊，不仅救不了人，还会把自己搭进去。但我是谁啊？对付这种阴煞，简简单单。看好了。二爷，小姐请了大师给老爷治病，您不能进呀！什么狗屁大师啊！这位才是我请来的陆大师，只有他才能救醒老爷子。二叔，你我约好，各显本事，谁能请来高人救醒爷爷，谁便能继承林家家主之位。现在是我在救治爷爷，你这样做，怕是坏了规矩。我怕你是被江湖骗子所骗，害死了老爷子。我请来的这位小先生本事如何，底下的人都有目共睹，并非江湖骗子。估计是误打误撞罢了。我请的这位可是玄一门当代掌门人，亲传弟子，他才是真正的大师。林老板，你找一个毛头小子跟我同台竞技，你是在侮辱我吧？毛头小子，我师傅那可是校门道祖，真要论资排辈，你还得叫我一声小祖宗。放肆！大侄女儿，看到了吧？啊，你看看你带来的是什么大师啊？满口狂言，这能是什么高人呢？我看呀，林家家主之位，非我莫属了。时间紧迫，速战速决吧。请。你们
阴煞强横，以你的道行啊，镇不住邪祟。我劝你啊，还是最好收手，否则轻则损道基，折寿元，重则小命不保啊！黄口小儿，你也配教训我？滚一边去！切，好言难劝，该死的！大师，你怎么了？陆大师，你没事吧？你个小骗子，你对陆大师做了什么？啊！我都说过了，以他的道行啊，镇不住邪祟，强行驱邪必会遭到反噬的。狗屁！你就是蓄意从中作梗，导致陆大师施法失败。来人！把这个居心叵测的小骗子给我抓住，打断狗腿！我看谁敢动他！林婉瑜，你什么意思？各行本事是董事会一致的决定，你刚才强行进来阻拦，已经坏了规矩。我看在你是长辈的份上，没有追究，难道非要逼我撕破脸吗？好，希望你这个小骗子真能救醒老爷子，不然他今天必须得死。至于你，纵容这个小骗子谋害陆大师，导致老爷子错失医治良机，董事会必将把你罢免，赶出林家。你可想好了？王大师，请吧。不行，戏骨老人味儿。不行，戏骨小人味儿。有点意思。王林大师，你在闻什么？嘘，别说话。对了，就是这个味儿，快把丝袜脱了。啊什么啊呀？就你也要紧，再晚点就真来不及了。快点！我自己来。闷了一天了，金煞呀，最怕这股酸味了。小子，你该不会想用这个丝袜把林老爷给熏醒吧？道行浅啊，就多学着点，瞧好吧。哎，好了，体内的阴煞已经被我彻底驱除出来了。你放屁！你就是装疯卖傻、胡说八道！来人，给我把他剁了！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，感觉怎么样？浑身轻松多了。爷爷，这位是救您的王小先生，咱们得好好谢谢他。我知道。虽然之前
我被邪祟所侵，不得动弹。但周围发生了什么，我听得一清二楚。王大师救命之恩，我林家定涌泉相报。哎，大柱，这虚头巴脑的就别说了，还是来点实际的。来人，王先生，按照约定，这张卡里是300万，密码6个8。好，谢谢。这是我的附属金卡，你今后所有的消费全由我买单。对我这么好，怕不是有什么条件吧？没有条件，全当交个朋友。好仗义，你这个朋友，我交定了。哎，好了，这一煞得妥善处理，我没收了啊，走了。林恩，在破坏了规矩，居心叵测。从今日起，你被逐出林家，还不快滚！老头子，因为这点小事儿，你就要把我赶出林家？好得很！你这么偏袒林婉瑜，对吧？那咱们走着瞧，林家迟早是我的，到时候被扫地出门的一定是你们！哼！爷爷，二叔向来睚眦必报，你把他赶出家门，不怕他报仇吗？这个你不必担心，倒是你老大不小了，也该成个家了。有心上人吗？这个还不急呢。刚才那个小先生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还不错。那还等什么？快去追呀！啊！我精心打扮，不信还拿不下你。像。这么晚了，王林还不回来，亏得本小姐亲自下厨答谢，就连我的父母都没有这个福分呢，真是便宜他了。不过等他一回来，看到这么大一桌子菜，肯定会感动得五体投地的。哇！啊！这也太好吃了吧！我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菜，我太喜欢了。女神，女神啊！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好，女神，你真的是我的女神！女神，我爱你！女神，我爱死你了，女神！这么晚了，怎么才回来？去哪鬼混了？菜都凉了。请问你有什么事吗？你怎么还私闯民宅呢？你是王林的女朋友？女朋友？我是不是他女朋友关你什么事？当然关我的事儿。毕竟，王林是要成为我老公的人。什么？王林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他有个未婚妻啊？你不需要知道。卡里有100万，拿着这些钱离开王林。你100万，瞧不起谁呢？这里是我家，请你出去。这里是王林的家，该走的人是
是你。啊？这没走错呀。那个，你们干嘛呢？王林，我们两个，你选谁？啊，我能不能两个都要啊？不行，我和他，你只能选一个。我临时想起来，我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。这个王林，白给他做这么多好吃的，哼！你怎么还不走？我的男人和别的女人同住一屋，我不放心，所以从今天起，我也住这里了。哎是，两个女人都这么麻烦了，师傅还让我找7个女人。哎西，这7个都没找见呢，找7个。这不得猴年马月了！我们少帮主龙少有令，让我们务必请你回去喝茶。不，我不去。那可由不得你。我们少帮主想得到的女人，还没有得不到的。动手！干嘛呢？哎，好嘞。这种事儿还是交给警察叔叔吧。秦若彤，别他妈给脸不要脸啊！走。秦若彤，哎，终于让我给找到了。放开我！走！住手！哼！喂，几个大男人欺负一个女孩，算什么本事啊？刚才让你滚，你迷路了是吧？啊！我操！大哥，你去哪儿？大哥，大哥，我大哥。谢谢啊，要不是你救了我，我今天就死定了。不用客气，我本来就是你的护花使者，你放心，以后啊，只要有我在，没人敢欺负你。莫非他想泡我？哥，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。啊，我叫王林，隔壁老王的王，一片森林的林。俗话说得好嘛，做人要知恩图报。你今天救了我，我肯定要报答你。不用报答，你平安无事啊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报答了。这样吧，我请你吃饭。吃饭？哎，正好有点饿了，走。大哥，我错了，别打我了，大哥，大哥，我错了，大哥。你他妈再敢弄丢货，老子弄死你！龙少，怎么样了？秦若彤呢？我们带秦若彤回来的路上，让一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混小子给我们拦住了。他不仅打了我们的人，还把秦若彤给抢走了。你他妈跟老子说什么？敢动我的人，活腻歪了！弟兄们，抄家伙！
这店不错啊。这家店啊，可是我压箱底的宝藏，超级好吃。好呀。这么多年来，终于看见你找男朋友了。老板娘，你别瞎说，他还不是呢。好吧，你们慢慢吃，不过在家啊。快尝尝。哎，好嘞。这块儿，哇，好吃好吃。我没骗你吧？王大哥，你是做什么的？一身功夫很厉害。我呀，我是个风水相师，练武呢只是我的业余爱好。你是相师？你不知道了吧？我上可呼风唤雨，下可御魂改运，只要你想得到的，我都能做到。嘿嘿，说的这么厉害，真的假的？不过今天你为了救我，打了青蛇帮的人，龙少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青蛇帮那帮人穷凶极恶，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，不择手段。都怪我，才把你卷到这场是非里。你别担心，保护你啊，是我的职责所在。区区青蛇帮，不过是一群地痞流氓，乌合之众吧，根本兴不起什么风浪。敢瞧不上我青蛇帮，好大的口气啊！青蛇帮办事，都给我滚开！王林，对吧？你说说你啊，抢了我女人，又打伤了我兄弟，咱们这笔账是不是该好好算算？那你想怎么算啊？既然秦小姐在这儿，我不想吓唬她。这样吧，你呢，给我几个兄弟跪下，磕个响头，再叫一声爷爷，我就考虑只分你一只手。不然的话，今天就别想活着走出去。龙少，事情和王哥没有关系，只要你别伤害他，我愿意跟你走。这自古以来都是英雄救美，怎么着？秦小姐今天想美救英雄啊？可是我看不惯你对她这么好。弟兄们，弄死他！哎，慢着！话说，你他妈请谁啊？哼，井底之蛙，这可是青蛇帮的少帮主龙少。青蛇帮可是在海城地下最大的龙头，少帮主从小到大想要什么就有什么。得罪过他的人，可都已经死了。我现在呢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只要你愿意跪下求饶，我就考虑饶你一命。哎呦，欺男霸女，横行霸道，这最是损阴德。让我来给你算算，你还有几天好日子过？哟，这不算不知道，一算，哼，报应来了！青蛇帮啊，气数已尽，大限将至。你老爹在赌桌上被人做局，骗了10几个亿，正等着打电话让你去送钱呢。否则，脑袋搬家。放你娘的屁！我青蛇帮家大业大，我爹更是从来都不赌博。臭他妈胡扯之前，是不是该好好调查清楚啊？臭小子，敢咒了我帮主！兄弟们，臭家伙！我本来有心饶你一命的，你自己找死，别怪我！给我砍死他！王林，你快跑！哎，等等！你不是说我爹等着我的钱去救命吗？我现在让你死个明白！喂，爹。儿子，你赶快带进来救我呀，儿子！爹，怎么回事？儿子，你快点来，要来迟了就见不到爹了，快点，儿子！10个亿，带到黑虎帮赌场，
天亮之前我看不到钱，我拿你爹喂鱼。爹，喂！我们青蛇帮账户上还有多少钱？少爷，是最多只能凑出1个亿。1个亿？那我们那些 KTV、酒吧全卖了呢？龙少，资产变卖没那么快，黑虎帮让咱们天亮前凑齐，根本来不及啊！那他妈怎么办？看着我爹去死啊！王大哥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，这都能算到，我太佩服你了。这算什么呀？这点小事儿，到时候让你见到我的真本事，你还不得拜我为师啊？哥，既然你算得这么准，能不能帮我算算我的桃花呀？小事儿一桩，来。王林，你干什么？害你爹的是黑虎帮，找他们算账去。王大师，求求你救救我爹！王大师，求求你救救我爹！是我有眼无珠，得罪了你，我有罪，还不快给王大师道歉！对不起，王大师，对不起。王大师，求你高抬贵手，救救我爹吧！那我说你有病吧？刚才要砍我，现在又让我救你爹。若彤，走。哎，王大师，我可以给你钱，很多钱。给钱？你有多少钱？1个亿。1个亿？人家黑虎帮问你要10个亿，你给我1个亿，你这心也太黑了，自求多福吧你。王大师，只要您救了我爹，以后青蛇帮我拱手相让，您就是青蛇帮帮主，我们青蛇帮为您马首是瞻。师傅让我守护的7名女子，目前只找到了1个。青蛇帮盘踞海城多年，我找不到的人，他们肯定能找到。行吧，看在你有孝心的份上，这次帮你了。谢谢王大师。还叫大师？还不快救人！老大，从此以后青蛇帮任您差遣。行了，走吧。龙老板，天都亮了，你儿子还没来，看来你这条狗命保不住了呀。强哥，这不夏天吗？天亮的比较早，要不您再等等，我儿子一定会来救我的，真的。5、4、3，来了！慢着，还有2秒钟才到时间，你们黑虎帮不守规矩啊！爹，你没事吧？儿子，爹没事。要是你再晚来一点，爹就脑袋不保了。老子要的钱都带了没有？那个强哥，时间仓促，我只凑出了1个亿。不过您放心，我已经在变卖资产了，10个亿肯定能凑齐。就是能不能宽限我几天？宽限啊！从来没有人跟老子讨价还价过。宰了！老大，你上啊！别抻着了。等一下。强哥是吧？赌桌上欠的钱就得赌桌上来还。不如这样，给我个面子，咱俩赌一把。哎，他让我给他面子，他让我给他个面子，傻逼！宰了！
现在可以好好谈谈了。小子，有2把刷子，说吧，你想怎么赌？就赌青蛇帮。你是不是没搞清状况啊？青蛇帮他本来就欠我10个亿。哎，别急啊，听我把话说完。青蛇帮他们欠你10个亿，如果你现在把他们父子杀了，他们可就鸟兽散了，这10个亿成坏账了。不如跟我赌一把，如果你输了放人，你要是赢了的话，青蛇帮可就归你了。5年之内赚10个亿，根本不是问题。对，那个，只要你不杀我们青蛇帮愿意上交所有收入。好小子，口才不错呀！啊，老子跟你赌，不过老子要加个赌注。什么赌注？你的命。哥，放心，我你还信不过。我信。好，不就是条命吗？我跟你比我还嚣张啊！说吧，赌什么？百家乐、赌转盘，还是21点？那些都太常规了，没意思。要赌，我们就赌点有意思的。我这人呢，就喜欢钓鱼。正好外面有条河，我们就赌待会儿钓上来的鱼是什么鱼，怎么样？老大，不能赌！这边是他们的地盘，有什么鱼他们肯定清楚，而且万一他们做手脚呢？这咱们没赢面啊！强哥说话你也敢插嘴？怎么样？敢不敢赌啊？我还以为赌什么呢，就赌钓鱼啊！好，我跟你赌，而且还要跟你赌钓上来的鱼是大鱼还是小鱼。老子行走江湖这么多年，还第一次遇到这么找死的。走。小子，我赌待会儿钓上来的是一条成年大鲤鱼，你呢？下游是个鱼塘，川游，现在刚好是鲤鱼繁殖期，鱼洄游，待会儿钓上来的肯定是条成年鲤鱼，这小子输定了。那我赌一会儿钓上来的是一条幼年鲨鱼。我还以为你小子有点真本事呢，竟然说钓上来的是鲨鱼。鲨鱼怎么了？谁说钓不上鲨鱼来？老大，这鲨鱼是海鱼，这是淡水，怎么可能会有鲨鱼啊？不行，咱换一个呢。哎，不换，我说是鲨鱼啊，它就一定是鲨鱼。完了，这回死定了。帮忙！这么有劲儿，一定是条大鲤鱼。小子，你输定了。哈哈！哥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你真的赌对了。对，我们赌对了，有救了！这小先生真是高人呐，高人！这他娘的是淡水河，怎么可能会有鲨鱼？小子，是不是你搞的鬼啊？是不是你派人下去放的？你强词夺理！是你们说要钓鱼的，我们怎么可能提前做手脚？哎，我呢是个算命先生。要是连这点事儿都算不出来，那还怎么吃这碗饭啊？能算是吧？啊，你能不能算到你今天会不会死在这儿？哎，强哥，咱们都是在道上混的，得守规矩，对吧？规矩？你跟我讲规矩？这是老子地盘，老子就是规矩。老子今天给你一个机会，你跪下，从这儿钻过去，老子还可以饶你一命。不如这样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你跪下，给我磕3个响头，我可以救你。
因为你要死了。我要死了？他说我要死了，我看要死的是你吧？跟我打赌还敢违约？天谴将至，没有我，你活不了。天谴？我赵华强16岁出来混，横行霸道，无恶不作，如今混到这是风生水起。你说天谴报应在哪儿呢？啊，他在哪儿呢？别急啊！3，老子帮你数，2，哎，1。大哥，大哥你怎么了？大哥，大哥，大哥你怎么了？大哥，天谴，真是天谴！赵华强，你违背赌约，遭报应了吧？什么狗屁天谴！老子是心脏病犯了，吃个药就没事了。大哥，这小子有点邪性，不行，不行，咱认个滚开！小子，你不说我要死了吗？啊！我现在不活得好好的，要死的是你！我还是那句话，跪下来求我，我可以救你一命。找死！老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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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哥，大哥，老大，大哥，怎么了？大哥，到底你？是我是大哥无助，求救了你！求求你高抬贵手，救救我老大！只要你能救活老大，黑虎帮上下都任您差遣。快点吧，再晚点啊，我也救不了他。大师，我错了，求求你救我一命！大师，你说说你非要装这个逼干嘛？早点做，也不至于受这罪啊。是我们有眼无珠，以后我黑虎帮全听大师您的。行了，以后青蛇帮啊，我罩着，长点心啊。走，爹，走。好，回家。你们都记住大师的样子，我们黑虎帮得罪谁都不能得罪他，听到了吗？是。你们这是干嘛？王大师，如果今天没有您，我和我爹命都没了啊！您对我们的恩德，我们没齿难忘。是啊，王大师，今天多亏您出手，你看，不仅10亿赌债2清了，青蛇帮还能平步青云，以后没人敢惹我们了。你以为你这么说，你对肉童图谋不轨的事就可以算了？秦小姐，我对不起你，我不是人，只要您能原谅我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没事，都过去了，你以后别欺负女孩子就行。好好好，我发誓，我以后绝对不再欺负女孩子了。起来吧。那个王大师，刚刚犬子已经告诉我了，说您是青蛇帮的新帮主了。那既如此，跟我们一起回去。呀，有您在，青蛇帮才有主心骨啊！免了，青蛇帮啊，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。我呀，就是挂个名而已。不过有一点啊，违法乱纪的事可不能做。那是。您放心，我回去就整顿帮会。对啊，这名单上的7个人啊，务必给我找到。哎，这有2个人不用找，我认识。是吗？哪2个？帮青蛇帮一把，果然没错，一下子就找到了2个，这个比我自己找快多了。这个一个是林氏集团的千金小姐林婉瑜，另一个是苏家的千金大小姐苏妙可。这2个人都是海城1等1的大美女我还有她们照片呢。大美女？我看看。是她们。怎么，大哥你认识啊？嗨，何止认识啊，我现在正跟他们住在一起呢。什么？哎呦，这一个是海城第1集团的冷面女王，另一个是世家的千金大小姐。
这2个人呐，让多少公子哥夜不能寐，居然都倾心于老大你，你这真是欺人之乐呀！欺人之乐。王林，我们2个，你选谁？还是算了吧，这欺人之乐我可消受不起。这2个嫂子，你喜欢哪个？哎，你有事没事啊？没事赶紧滚蛋！好，我滚。走吧，爹，走了。他们都走了，你怎么还不走？我不知道去哪。回家呀，不然还能去哪儿？这天都快黑了，一个女孩子在外面多不安全。我才不要！我是离家出走，我不想回去。是秦若同事名单上要保护的人，在眼皮子底下总好过去别处。那行吧，你跟我走，正好啊，我家多间房。这算同居吗？会不会太快了点？是还快啊，我还嫌慢呢。那你要对我负责。我必须对你负责。你要是有个3长2短，那不等于要我的命啊？那，走吧。喂，怎么了？王林，快来救我！这个王林可真过分，做了那么大一桌子菜，一口不吃就走了。苏妙可，没看出来你做的菜还挺好吃啊。吃，好吃你就多吃点，白白便宜了那个林婉瑜。还是我对你好吧，下楼给你买宵夜吃，等你回来可要好好报答我。王浩然哟，苏妙可，这么晚不回家，不会是在那儿等我吧？哎，这么久不见，不讲2句就走？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。别那么大恶意嘛，我就想请你喝杯酒。不喝。我能让你的闺蜜搞你，就能让人搞你的父母。你应该知道，背后有高人坐镇，让你家破人亡分分钟的事儿。那说好了，只喝酒，不干别的。只喝酒，不干别的。哦。哎呀！看我把谁带来了！王少可真厉害，连火辣千金苏妙可都带来了。王少今天终于得偿所愿了。走吧。给谁发微信呢？这么专注？没有。来，喝酒。放心了，没下药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我还能吃了你啊？干杯！你这酒多少度啊？好晕啊！这个酒其实度数不高，你头晕是因为我往酒里下药了。放开！我有男朋友，他很厉害，你要是敢动我，他一定不会放过你。不会放过我？整个海城有谁敢动我啊？你就是。正好，等会儿你男朋友来了呀，让他跪在旁边看着，老子是怎么玩死你的！
谁呀？你老子我！没事吧？来，起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我想帮你控制住药性，等我出去，再帮你解毒。你们谁呀？敢坏老子的事儿！他就是我的男朋友王林。王林，他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王少。哼，王少是吧？你说说你，这喝酒就喝酒，干嘛非要动手动脚？看在我和你都姓王，算是本家的份上，今天我就不揍你。不过呢，你得给妙可道歉。我可以考虑不和你计较。哦，王林是吧？在海城，你是第一个敢这么跟我说话。张嘴！干嘛非要让我动手呢？对不对？别逼我了吧。我警告你啊，在海城，你要是敢动我，以后没你的活路。既然你这么说，那我更得揍你了。怎么，你们俩也想挨揍啊？嘿嘿嘿，我有话要说。好，展开说说。你马子苏妙可答应了陪我喝酒，结果自己喝了1杯就不行了。我这酒钱可花了80万呢，他喝不了，那自然是要拿肉来偿了。要不然，这酒钱你赔我。你这说的有道理啊。那这样吧，他的酒我来喝，我来喝。哎，行，说好了不能反悔啊。不行，这钱我赔，我不要他喝。啊，喝？为什么不喝？这可是80万的酒，你这大小姐身子娇贵，不知道赚钱有多不容易。再说了，不就几杯酒吗？你放心，我酒量大着呢。你懂什么呀？这些都是高度的洋酒，你要是一口气喝完了，你命就没了。王林，大老爷们儿，一个唾沫一个钉，可别让我看不起你啊！少废话，上酒吧。上酒。来吧，你说的，喝吧。没事啊，没事。这可是号称1杯倒的健康白兰地，就算你再难喝，1瓶下去你也得昏。等你醉了，我就在你面前把苏妙可给办了。哎呀，什么味儿啊？甜不滋儿的，是酒吗？饮料吧？乡巴佬，这叫白兰地，什么饮料？这一小杯一小杯的，那得喝到什么时候？喝酒啊，该这样喝，嘿嘿嘿。王林，你干什么？喝酒啊！这么多酒，一口气喝完，你的胃会被烧穿的。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啊？瞧好吧。苏妙可，你男朋友真是个蠢驴，这么大一瓶喝下去，不死也得8层皮。
等他醉了，我就让他亲眼看着我是怎么办你的。莫离，你别喝了，别喝了。哟，你这白兰地也不行啊，根本没度上，比老头子的黄泉酿差远了。这是真酒吗？王少，本店都是货真价实的真酒，假一罚10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他一个人喝那么多瓶，跟个没事人一样。王少，这人怕不是个酒蒙子吧？喝了这么多酒都灌不醉，这个人不一般啊！你真这么能喝啊？我跟你说了，现在该相信我了吧？王浩然，酒呢已经喝完了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没什么事儿，咱们走吧。站住！本少爷想要的就没有得不到的。今天晚上我必须办苏妙可。你要是不想死，就把他给我留下。我说，就凭你们几个瘦猴，也想拦住我？那个，王少，这 KTV 是黑虎帮的，你们王家与黑虎帮关系密切，不如请他们进来帮忙。就是，他再能打，能打得过黑虎帮吗？王林，你别嚣张啊！这场子是黑虎帮的地盘，我跟黑虎帮的老大强哥那可是拜把子的兄弟。你让我在这个场子上坏了我的事儿，就是不给强哥的脸。你得罪了黑虎帮，你们死定了！莫离，黑虎帮势力特别大，而且他们都是穷凶极恶之人，这下死定了。黑虎帮啊，哈哈，好，你让他们尽管来，看看敢不敢动我。初生牛犊不怕虎是吧？行，我现在就把他们叫来。炸！喝酒，喝酒，喝酒！来，喂，强哥，哎呦，我是小王啊。哟，王少啊，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呀？我在你这玩呢，来了个臭小子闹事儿，把我给打了。什么？还有人敢打你啊？没报我的名字吗？提了呀，不好使。这小子还说黑虎帮的人来了也不敢动他。什么？妈的，连我的面子都不给！好，你等着，我现在让人过去。小伙，你现在带人去王少的包间，看看是谁不给我黑虎帮的面子。是，强哥，此人如此嚣张，会不会是？这绝不可能。赵虎，放心大胆的去做。是。等等，万一真的是那个人，切记万万不可得罪。放心。等着吧，强哥的人马上就到了。莫离，黑虎帮的人不好惹，你就是再厉害也不是他们的对手啊！咱们还是赶紧走吧。哎，走？今天谁也别想走。待会儿强哥的人来了，我就让你跪在我面前，看看老子是怎么玩苏妙可的。装什么装？我看你待会儿还能装多久？谁啊？谁在黑虎帮场子闹事啊？你啊！虎哥，可算来了，就是他啊！不但闹事儿，而且还说你们黑虎帮都是一群臭鱼烂虾，说见到他都得下跪磕头呢。什么？你是不是找死了？哟，是您！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？你是？哎，你可能不认识我，但你老大赵华强肯定认识。
强哥的大名也是你配提的呀！你们的老大肯定认识我，你算哪根葱呢？胡哥，你放心吧，他就是一臭屌丝，不可能认识你们帮主。王少有所不知啊，今天黑虎帮来了一位高人，连我们老大都俯首称臣。什么？强哥都心服口服的人？是啊，所以老大特意嘱咐他，大家最好别去招惹他。他是不是那位高人，我现在不能确定。老大也在场子里，我马上找他去确认。如果他不是那位高人，您放心，黑虎帮的人绝对饶不了他。不，那虎哥，何必折腾这一趟？这小子怎么可能会是什么高人嘛？王少，这黑虎帮是海城地下第一势力，连帮主都折服的人，此事非同小可呀。若是能与此人交好，那以后在海城岂不就是王家说了算？哦，那你没戏了，你把他得罪惨喽！王林，你以为那高人是你啊？你一个臭屌丝，搁这装什么装呢？你还是好好想想，待会儿怎么求饶吧。哎呀，强哥，这么点小事儿，你还亲自过来了。我说了，就是个臭屌丝闹事儿，不可能是什么高人的。他还不相信，非得折腾你一趟。王林，我差点忘记告诉你了，强哥平时必杀人，你死定了。没事，放心。不是，你杀我干嘛呢？王大师，我不知道是您来呀，你来了也不说一声，我好派人接待你呀。强哥，你肯定认错人了，他就是个臭屌丝，受不起你这一拜呀！去你的！王大师的名字也是你能叫的呀？都起！我向他认错，不可能！在我赵华强面前，没有什么不可能。跪下！认错！不认！认不认？不认！嘴还挺硬，认不认？不认！我他娘还不信！认不认？认不认？认不认？赵华强，我可是海城王家的少主，今天的事儿，我不会轻饶你们的。王家，在大师面前，你们王家做屁呀！不认识吧？哎，推大蛇！不认，不认，算了。王林大人，我不该冲撞你的，我错了，我求你饶了我。好了，让他滚吧。王大师，您看我这处理还满意？还行吧。不过以后别让那种不三不四的人进来了，瞧把我女朋友吓的。哎，是，哎，王大师说的话都听到了吗？以后黑虎帮的场，王家的人不得入场。是。行了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。王少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今天的事情不算完。王少，这黑虎帮铁了心要帮那小子了，咱们怎么办呀？是时候请风道长出手了。哪一间啊？哎，你再忍忍，等进了房间，我给你解毒啊。好热。808，先，喂。等等，男女授受不亲。你让我缓缓，然后
这个苏妙可真有劲儿啊！别着急，我马上给你解毒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一个人出去喝酒？又来！毒火攻心，小解毒，就这呢？我这是在救人，不算趁人之危。来吧，尽情的蹂躏我吧！王离，你干什么？你果然是个流氓！我是你的救命恩人。什么我都破了元阳，我损失大了呢。那你也不能。你说什么？不能。大声点！我不能饶了你！哎呀，别闹！王林，你要对我负责。我是……怎么你不愿意啊？我负责。喂，王林，你在哪？你在什么？你身边有别的人吗？没有，我一个人呢。你要说什么呀？来陪我参加一场拍卖会。拍卖会？算了，我没兴趣。我给你1000万出场费。什么？在哪儿？我马上到。王林，哎，坐。哎呀，林小姐，我说，这就是个拍卖会，你非拉我来干嘛？而且还花了1000万巨款。还记得我二叔吗？你二叔？小姐请了大师，您不能进啊！什么狗屁大师啊！哦，我记得。怎么了？他名下有一块十分抢手的地皮，可今天却突然出现在土地拍卖会上，低价拍卖。我们林家正要开展一个重大项目，急需这块土地，我怕其中有诈，所以想请你帮我把把关。这样啊，小事一桩，包我身上了。林婉瑜，我就知道你会来。今天这局就是专门为你设计。只要你拿了这块地，你的一切，包括林家，都将归我。欢迎各位贵宾来到本场的拍卖会。那么话不多说，接下来请大家看第一件拍品。这是一座干涸的河床，占地面积3万公顷。如图所见，经过了长时间的风化，已经形成了盐碱地，价值不高，起拍价1000万。不是啊，还有1000万，这破地不值，根本就不值1000万，谁会买啊？地有1000万。1号地流拍，接下来的拍品来自林恩林先生。林先生竞拍的土地是面积10万公顷的湿地。10万公顷的湿地，地理位置不仅绝佳，而且这个风水还是1等1，简直就是100年一遇的福地呀！为了这块地，投再多钱都是值的。别卖关子了，赶紧喊起拍价！起拍价6700万，6900万，7000万，7500万，5000万，1个亿，这么多啊！一块地怎么会这么值钱啊？湿地是个聚宝盆，
在上面建造湿地乐园，再围绕乐园建造餐饮、酒店等配套设施。5年内，光是旅游带来的收益就能超过10亿。这么多啊！要是能够资源开采、科研开发，那收益可就是个天文数字。这块地我很想拿到，这关乎着未来10年，我林家是否还能坐稳海城第1的位置。1亿5千万。1亿5千万！王爷，3亿，5亿。他俩这是较上劲儿了。哎，咱肯定是派不上了，算了吧。哇，这么高！5亿1次，5亿2次，5亿。等等，林先生，您有话要说。婉瑜啊，如果你诚心想要这块地，我可以撤下拍卖，把这块地平价卖给你。二叔，你能有这么好心？哎呀，你爷爷把我赶出家门以后，我想了很多。咱们都是林家人，斗来斗去只会两败俱伤，便宜了外人。我想通了，你还很年轻，你比我更适合掌管这个家族。我把这块地卖给你，那我当个逍遥王也乐得快活呀。二叔，你说的是真的？真的，转让合同都来了。哎，签啊，快签啊！二叔，我想先问问一个人的意见。啊，王林，这次能签吗？这块地不能要。这是林家的事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。大侄女儿，机会难得啊！虽说这块宝地，我也不想让它落在别人手里，但是你若是再迟疑，我只能转手让给别人了。林总，把这块湿地卖给我吧，我愿意直接给6个亿，而且还没有拍卖行赚差价。哎，我出6.5个亿，不，我直接出7个亿，包括后续收入的30%，直接买断。王林，这块地为什么不要？大侄女儿，你信他？你信他，你就跟我这块宝地错失良机了。你可想好了？这块地啊，看似藏风聚气，龙脉盛行，确实是块风水宝地。你小子还有点眼光啊！那既然是一块宝地，为什么不要？哎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因为它暗藏蟒雀吞龙之象，若是长期持有，会被卖家吸光气运，直至家破人亡。什么？王林，这是拍卖行，容不得你在这里妖言惑众。你说的这些谁会相信？这么好的地，怎么可能暗藏祸端呢？你们不要是吧？我要。就是林总，一片好心白费了。哎，既然你侄女不要，那就赶紧继续竞拍吧。婉瑜，我看呀，你这个二叔还真是盼着你死。我看这些抢拍的人，肯定都是他找来的托。你试想一下，如果这块地真的那么好，他为什么不自己留着呢？你和他都是生意人，不会不明白利益至上的原则。我就知道，二叔视我为眼中钉、肉中刺，怎么会突然转性？今天幸亏王林在场，不然真就上了你的当。上了我的当？我被拆穿又能怎么样？整个海城，除了这块地，没有第2块宝地。你不买，我可以找风水大师改风水，再卖给别人。哼，倒是你，没了这块地，你们那个投资很大的那个什么1号项目，我看你怎么继续进行。哎呦，要改这块地的风水，那怕是得多不要命。有哪个不长眼的想不开会改这块地啊？而且，谁说没有第2块地了？王林，是哪块地？就是这块。哟，
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通天的本事，能找到我都找不到的这块宝地，原来就是这块废地啊！大侄女，这种人你都信啊？你懂什么？王林可是风水大师，他说这是块宝地，那自然有他的道理。道理？什么道理啊？是骗子的道理吗？哼，婉瑜，你信不信我？自然信你。若是信我，就拿下这块地，我保证，未来10年一定会荣华富贵，林家的产业肯定会再上一层楼。这块地我要了。恭喜林总，1000万拍下这块盐碱地。哎，恭喜我大侄女啊！花1000万高价买下这块盐碱地。这个盐碱地庄稼都种不出来，买回来干嘛？留着当回收垃圾场吗？这破地啊，倒贴我1000万我都不要。哎，林总还花钱去买，真的是人傻钱还多呀！王林，我相信你买下这块盐碱地，那你得告诉我为什么买它。因为这块地啊，是海城的龙脉中心，有龙飞凤舞之象。我敢保证，10年之后，这块地一定是海城的经济核心。真的？那我岂不是花了1000万，捡了个大漏？当然。龙脉中心，经济核心，大侄女儿，这种鬼话你都信？这块地我已经找了土地评估和地质勘探员仔细探查过，这块地啊，它一文不值。哼，我就说呀，你们这些人肉眼凡胎，不识珍宝。要是不信的话，派人去这块地的正中心，往下挖，深挖5米，便会发现镇压龙脉的镇龙玉玺。镇龙玉玺？你是不是要笑死我？小说看多了吧你？哎，行，我这个人呢就很较真，派人去挖没意思，我们大家一起去，当着所有人的面打你脸，你敢吗？好啊，怕你不成？哟，没跑啊？我还以为你们2个人半路上跑了呢。必胜的局为什么要跑？果然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！哎，那谁，来，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这片盐碱地的研究员，你好好的给我大侄女介绍一下，这地到底值不值钱？林小姐您好，脚下的这片盐碱地，矿物稀缺，水源断绝，盐碱含量远超标准值，根本无法使用。经过评估，这片土地一文不值。如果您不信的话，材料在这里，你可以亲自过目。盐碱严重超标，土质疏松，既不能种地又不能建楼。王林，这真的是一块废地。龙脉被镇龙玉玺压着，当然是块废地。但若是能将镇龙玉玺取出来，这块土地就能兴旺。镇龙玉玺？对，这位大师说了，这底下压着龙玺，镇着龙脉呢。这位小先生，你可别开玩笑。我们在勘测地质的时候，已经大面积挖掘过了，这下面什么都没有。你挖了几米？2、3米吧。我说的这龙玺啊，至少要挖5米，而且就在这脚底下面。你呀，死鸭子嘴真硬，我今天就当众拆穿你啊！来，挖！王林，这已经差不多5米了吧？这玉玺在哪儿呢？着什么急啊？下一铲子就是。我看你啊，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来，继续挖。真的有玉玺，王林，你真的太厉害了。那当然，要是连这点东西都算不出来，我还当什么相术大师？二叔，玉玺挖出来了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这怎么可能啊？这之前不是已经仔细的勘察过了吗？
应该什么都没有才对啊。是啊，地质检测报告不会造假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那是你们技术不行，王林可是橡树大师。这玉玺，谁知道是不是你们提前埋下去的？哼，这怎么能证明这片地的价值？这片地没有价值，那还是一片一文不值的废地。你那1000万白花了。什么东西啊？镇龙玉玺已被挖出，这片土地正在复兴，很快你们就能看到龙抬头了。王先生，你别怪我说话难听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拿这种封建迷信术来骗人，还龙抬头呢。林小姐，你好歹也是下任的林家家主，要相信科学，别被这些有心之人给骗了。我如何就不需要你操心了？我无条件信任王林。既然你这么相信这小子，你敢不敢再赌一局啊？赌什么？就赌这底下埋的是不是龙脉。如果不是，你必须让出家主之位。要是龙脉呢？要是龙脉，那我从此在海城消失。一言为定。哼，脑残，等着说吧。哎，快看！霞光万丈，地涌金莲，这是喜报，这真是龙脉啊！王林，我就知道我没信错人。水既是财，遇水则发，如今水泉喷涌，龙脉大兴。婉瑜，很快这块盐碱地就会成为未来10年的聚宝盆了。遇见你，真是让我捡到宝啊！你这人，我帮了你这么大忙，怎么恩将仇报呢？被我这个有才有颜的美女亲，你就偷着乐吧。我二叔，愿赌服输，按照约定，你现在可以滚出海城了。林婉瑜，你别高兴得太早，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。咱们走着瞧。风道长什么时候出关啊？算算日子，今天也该出关了，还请王少再耐心等等。等等，再等下去黄花菜都凉了。王少，门外林恩求见。林恩？那老废物找我干嘛？不见。明白。不是王少啊，您不能不见我呀！找我干嘛？帮我灭个人。事成之后，我愿意把林婉瑜和林家半数股权全部奉上。不是什么人让我林总愿意付出这么大代价呢？你看，就是他，王林。王少也认识啊？岂止认识，他是我仇人呐！哎呀，咱俩目标一致啊！我就知道王少人脉广，一定有办法弄死他。风道长是远近闻名的橡树宗师，只有他出手，王林必死无疑。王少要老夫灭了谁呀？道长，风道长。就是他，王林。哇，这真不愧是海城第1长公主，住的就是不一样啊！那当然，这是只有顶级富豪才能住的云顶天喜，一套价值10亿。多少？10个亿！妈呀！这有钱人的房子都按亿起步，喜欢吗？喜欢有啥用啊？又不是我的，我也住不起。我啊，还是回去住我那300块钱的小破屋吧。这什么意思啊？你帮了我2次大忙，我自然得表示一下。除了上次答应你的1000万出场费，这辆车、这栋别墅
送你了。这真送我了？真送你了。那多不好意思呀。我也没看你多不好意思啊。在山上跟老头子过了那么多年的苦日子，现在也该享受享受了。好了，我得先回公司处理一下地皮的交接手续，先回去了。哎，好嘞，慢点啊。妈的，有钱真爽！回去搬家。回来了。回来了。我先去吹头发了。哦。怎么了？看你闷闷不乐的，苏妙可欺负你了？没有，苏姐姐对我可好了，是因为别的事。咋了？我父母逼我回去，要嫁给远房亲戚。我要是不回去，他们就要和我断绝关系。王林哥，我该怎么办？让你结婚你就去呗，父母帮你选的婚姻，他们还能害你不成？你就这么希望我跟别人结婚啊？我才不要回去！我之所以离家出走，就是不希望嫁人。就算要嫁，我也要嫁给我喜欢的人。哦，那你就自求多福喽，我可帮不了你。谁说你帮不了我的？你假扮我男朋友，跟我回家见父母不就行了？啊！我有了男朋友，我看我父母还会说什么？这多不合适啊！我日理万机的，哪有空陪你胡闹？不要嘛，哥哥，只有你能帮我了。求求你，好吗？行吧，就这一次，下不为例。你说彤彤这孩子死哪儿去了？到现在也不回来。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我就不信他这辈子也不回来。叔叔阿姨，家豪，家豪，你看你来都来了，还带什么礼物呢？你和你二老就是我的岳父岳母，哪能空着手来啊？你这孩子，来，快坐。坐。叔叔阿姨，我跟彤彤的新房呢已经装修好了，是栋别墅。这次来呢，就是想请您二老一起去参加乔迁宴的。哎呦，你看看家豪这孩子多有本事啊，能在海城买别墅。彤彤这孩子还不知道珍惜。家豪，你放心，彤彤我已经给他最后通牒了，他要再不回来，我跟他断绝关系。叔叔阿姨，彤彤刚毕业不久，没那么早想结婚，能理解。这事儿啊，急不得，慢慢来。这彤彤有你一半懂事就好了。爸妈，我带男朋友回来了。叔叔阿姨，彤彤，你说他是谁？他叫王林，是我男朋友。还有，你别叫我彤彤，我跟你很熟吗？以后请叫我大名。彤彤，怎么跟家豪说话呢？退一万步来说，他也是你表哥。彤彤，你这孩子，你怎么还找个男朋友回来？家豪对你多好，你咋不知道珍惜呢？我才不要包办婚姻，更不要嫁给表哥。叔叔阿姨，消消气。年轻人呢，喜欢自由恋爱，我能理解。不过肉彤啊，这谈恋爱呢，还得看双方二人是否真的匹配。不知王林兄在哪里高就啊？我估计算个摆摊算命的吧。哟，摆摊算命，那能挣几个钱啊？莫不是还要你养他吧？这家豪可是海淀大学毕业的高材生，更是跨国公司的高管，这月薪3万呢！叔叔过誉了，我身边的人都是这个收入。看看人家豪，都这么优秀了，还这么谦虚。王林兄弟，你也别怪我多嘴啊。这男人啊，还是得有一份正经的工作。哎呀，靠着坑蒙拐骗，可长久不了。这万一以后违法犯罪进去了，若彤可怎么办啊？这样吧，
我们公司呢正好还有一名保安的岗位，你来应聘，靠我的关系，我保证你应聘成功。不用了，我这个人啊，自由散漫惯了，不喜欢上班，就不劳你费心了啊。哼，也好，人各有志嘛。既然若彤回来了，一起去我的新房子参加乔迁宴吧。王林兄弟，你也一起吧。叫他这个无业游民干嘛呀？哎，阿姨，王林兄弟既然是若彤的男朋友，哪有不去的道理啊？正好人多热闹嘛，啊！女孩子都有虚荣心，刚好借你这个屌丝来证明我的优秀。哎呦！哦，家豪，这是你的车啊？是啊，新买的车，宝马5系。妈呀，这得花不少钱吧？其实还好，只是这车呢比较难买，我也是通过朋友的关系才买到的。这选配七七八八的加起来50万。你瞧瞧，50万呐！家豪真是有出息了，不像某些人全身上下加在一起也超不过200块吧？妈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说的不对吗？你看你找的什么东西，懒得理你。哎呦，实在对不住，王林兄弟，我这车小，只能坐4个人，要不你打个滴滴，我给你报销车费啊。啊，没事，不用，我自己有车。这别人给你脸啊，你就接着，别为了面子死装，不然到最后你可是丢大人。哎，叔叔，话不能这么说，这人不可貌相。王林兄弟，你开的什么车？哟，不会是辆电动车吧？叔叔阿姨，我的车就停在附近，我这就开过来。彤彤，你瞧瞧，人家豪开的可是豪车，你那王林不会开小电驴吧？这根本就是2个层次的人。你呀，把眼睛擦亮，好好选选吧。切，不就是买了辆宝马吗？多了不起似的。你给我闭嘴！哎，家豪，你别生气，他就这样。现在你这么说，待会儿坐着我的副驾，我就不信你不动心。5系的副驾可不是破电动车的后座能比得了的。家豪，这车动静那么大，这是啥车啊？这可是大 G， 价值500万。啊，这么贵啊！不得了，不得了啊！走吧。王林，啊！王林，这是你的车？对啊，咋了？没事儿。彤彤，上我车，我们走吧。我还是坐王林的车吧，100万以下的车我坐着不舒服。哎呀，还是你的车好啊，空调暖气足，不像我这车，车里太冷，妹妹啊，只往怀里钻。走了。家豪，你刚才说王林的车多少钱来着？阿姨，他那个车一看就是租的，那车那么贵，他一个臭摆摊的，怎么可能买得起啊？对，我就说嘛，像他这种无业游民，怎么可能买得起这么贵重的车？阿姨，租车倒是小事，若彤还小，这万一给王林骗了身子，你说这……哎呀，你放心，待会儿我好好收拾若彤，让他呀不要被这个渣男给骗了。放心啊。走吧，走。哎，走。还不错吧？你瞧瞧，这大别墅，这环境，这水池，比咱们家小区强太多了。是啊，阿姨，以后我跟若彤结婚了呢，这不就是你的家吗？哎呦，这话我爱听。家豪，就这地段，这装修，这别墅不便宜吧？嗨，其实也不贵，也就全款500多万买的。多少
500万呐！家豪，你这是混出来了，真是替我们长脸了呀！彤彤，你好好看看，像家豪这样的才是有钱人，别被某些租车仔给骗了。爸，王林的车不是租的，谁信呢？家豪，这对面是什么地方啊？怎么感觉比你这个要高级啊？阿姨，您还真有眼光。对面那个呢，是海城的顶级豪宅云顶天喜，都是海城最有权有势的人住的地方。我这一套房啊，怕是都买不上对面一间厕所。哎，这人比人气死人呐！不过你这房子买得好，离顶级富豪这么近，早晚能认识上。飞黄腾达是早晚的事儿。哎，不用以后了，你们现在就认识。刚好，那套别墅啊是我的。啊！哥，那别墅真的是你的吗？当然。那你也太厉害了吧！我爱死你了。彤彤，云顶天喜的户主是林氏集团女总裁，林家当代家主林婉瑜，根本就不是什么王林，你别被骗了。你的消息也太滞后了吧！就在今早，我刚刚成为户主。吹牛不上税呢！你是户主，敢带我们去看看吗？敢啊！有什么不敢的？现在就走。去就去，谁怕谁啊！哇，这也太豪华了吧！这才哪到哪啊？进去看更豪华。走，王林，我劝你见好就收，别到时候再装下去，受伤的是你自己。受伤？我回我自己家受什么伤？哼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云顶天喜作为顶级富豪的地方，是配有最顶级的安保系统，这里轮班的保安都是退役的特种兵。你这样装业主擅自闯入，是会被狠揍的。哦，谢谢你提醒啊，我还不知道呢。毕竟今早才刚刚成为这的户主，冥顽不灵，我等着看你的笑话。干什么呢？私人住宅，外人禁止入内。哟，王林，露馅儿了，人家保安可不认识你。这没钱啊，不丢人；没钱硬装被拆穿之后，这才丢人呢。王林啊，王林，给你面子，你是真不要。现在好了，在彤彤的父母面前，把人都丢完了。是吗？你再好好看看我是谁。是你？是你！欢迎业主回家！什么？王林竟然真的是业主？这不可能，他就是一臭算命的，他怎么可能买得起云顶天喜？你是不是他请来的演员，还得演戏来骗我们的？等，现在还像不像是演戏的？不行！啊！看人低的东西，要不是往我身上，现在就跪下。叔叔阿姨啊，还有家豪，这来都来了，要不进去坐一坐，喝口水？这可能啊，是你们这辈子唯一有一次一窥天宫的机会。那就看啥看？你不嫌丢人，我还嫌丢人呢！给我走！叔叔阿姨，我送你们。开着你的破车，自己回吧。走。王林哥，谢谢你啊，这次多亏了你，有你这么优秀的男朋友，回头我爸妈肯定不会催我了。男朋友？不是假扮的吗？什么时候成你男朋友了？难道你不想和我假戏成真？我是小区一保安，守护业主一方平安。你还没回答我呢。王林，他演什么叫对情场？等着给他们收尸吗？放开我！
再乱动，腿打断！等亡灵到了，你们就死定了！哎呦，我们死定了！哎，王少，王林这小子好像真有点邪呀。你看黑虎帮还有青蛇帮的帮主都奉他为神明，咱们真的能够对付他吗？哎呀，你放心，这外面我安排了几十个狙击手，只要他敢来，一露头立马就被打成筛子。而且咱们还有风道长坐镇，双重保险，万无一失。的确是，风道长人称相术圣手，海城哪位有头有脸的人见了您不得毕恭毕敬？放心吧，我出手从未失手。大丈，是。预祝我们旗开得胜，诛杀亡灵，诛杀亡灵！王林，你怎么进来的？光明正大走进来的呗。不可能，我在外面安排了几十个狙击手，你怎么可能活着走到这儿啊？哦，哎呀，你说这个呀？就这群虾兵蟹将，还想收拾我？太瞧不起我了！风道长，这小子有点本事，还得请您出手。王林，你不是普通人，看来也是有道行。说吧，你师承何处？你还不配知道我的师承。狂妄！风道长是玄一门当代掌门，是相术宗师，只要他出手，你必死。王林，你也就现在能蹦跶两下，只要风道长出手，你就会被化作一滩脓血，死无葬身之地。这么厉害啊？那我走。现在才想走，晚了。万魂阵。王林，王林，你们对王林做什么？我这万魂阵，乃是炼化万千阴邪之物所成，阵中之人遭受千刀万剐之痛，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，化作肉泥而死。王好人，我求求你放了王林好不好？你让我做什么我都答应。二叔，我把林家家主之位让给你，只要你能说服风大师放了王林。哎，你不是女强人吗？你不是大名鼎鼎的林总吗？啊，你怎么也有求人的时候啊？不过晚了，王林只要一死，林家的家主之位一定是我的。你个王八蛋！王八蛋！你知不知道有个词叫无能狂怒？你现在就是这个样子。不过你不要担心，我不会让王林死得很痛快，我会让他受尽折磨而死。苏妙可，那天晚上在 KTV 我给过你机会，你自己不珍惜啊！本来不关王林的事，是你非要扯着他进来，不是我害死他的，是你害死他的。那万魂阵里没动静了，他该不会是死在里面了吧？不可能，我不信！王林他那么厉害，他一定有办法，他绝对不会死的。没错，王林他相术通神，他一定不会有事的。两位，我风某人出手，从未失手。王林已经死了。风道长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也许是法律消耗过度，我调整一下就好了。风道长，不错嘛。
能练出万魂阵，还算有点本事。王离，你没事？当然了，这点小阵法还想伤到我？再回去练几百年吧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连风道长都杀不死你？道长，就你这点本事，还不如我那山门上的道童出来害人。仙长在上，是我有眼无珠，冲撞了真神，这一切并非我的本意呀，都是他们两个逼我出手的，这一切与我无关的。求仙长高抬贵手，饶我一命吧！饶你一命？这万魂阵中怨念极深，不知你用这残阵害了多少人。仙长饶命啊！杀不冤。王林，我有眼无珠啊！求求你放过我吧，我罪不至死吧！你若不是我，婉瑜已中你蟒雀吞龙之计，你也死。王林，我不怕你，我死了，王家也不会善罢甘休。风道场比不过你，我还能找到比他更厉害的人。你我的仇还没完。报不报仇啊？那我不管，我的任务是送你去见阎王。王林，你还不来救我们？哎，来了。王林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